考官办公室就会有经验，但是这有机常写，不是无机常写，这是看写的做啊成，写的做啊成，是个什么？便宜的，所以就当写的做啥？这个字，他说跟你讲这个字是不是爱的？这个字嘛是遇到这个困难的事，紧急的事，哦，哎呀，做到这个字，就是爱手个来修的关，啊，准备的面对，哎呀，出到这个演技是爱的，演技就是目标、理念。第二就是态度体贴，第三就是后边上边，所以有礼义上上的。第四甲第五就是咱做事的方式，所以若拄着困难的事，来练出的这三件，礼义上上的，都有办法达到，做事有办法达到，所以这个最大作用就是咱若是百分以后的事。咱会客观较有理体的事，必须爱经过着三关考考，来证明咱敢是说的好事，咱敢是大问。所以这个关口做人用啊，多少经济不可避免是关口，所以必须打开。第三个。